高雄发生气爆以前，都有许多民众报警讲，伊能批到贵厂有瓦斯米，也说人控该有出拍烟咯。故说这当时都有许多的警消人员，许多现场争论，结果意外还是发生呢，造成其他警消人员殉职，还有20人的人受伤。有位受伤的警消，现正喺重伤，都竟还无法度来工作个。3年都会带大家去看，一群个勇敢的警消，一年来如果在忙提早复刊，都会希望尽快到转去工作，继续为民众服务。大早就去到福建中心报道，做副总队长的余太运已经去报诉同面受到归例会，看法台的组织规则作为总批述说，虽然呢一大年如果上忙做复刊。看我们不会叫了，不会说话的时候，就表示在痛。伤口虽然好诶，不过术后又盆又硬的疤，此外一吹的就会乒乓自杀归痛。做消防工作为30年呢，头一摆遇到安排的事情，上到被动本件，伊还是过强，不过伊还向外加加的回到对方。每一个功能的一个器材的附件，可能对我回到职场会有一定的功能啊，不管是打电脑啦，还有一些拿一些器材，还是做一些体能，最起码都能够在这边的复健的一个过程，能够让你很快的能够恢复。需要时间来慢慢恢复，那也就是说，就接受它啦。所以他现在正在努力啊，他努力的面对社会，因为他的脸是整个是受伤的嘛。气爆发生嘅勇士，第3道派出所实施被警察学生嘅陈比，听到学众集群遇到大爆炸。规身内有40%到3度陆伤，当20岁嘅伊到杨老王面前喊阿哥，不过伊还係鬼樂觀，經過係鬼到你同伊加油，伊當會好安家。我為什麼可以就是在這麼大的災難下，我可以活下來？想到答案應該是說，因為我知道我自己還是會繼續念，我還是會繼續當警察。那可能是告訴我說你就繼續當警察，你可以去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，在警察這個分內的工作。他就把壓力脫掉，然後就自己自得其樂。我看他也跑得很開心啊，跟同學或者是自己，他一直在持續做訓練，對自己的要求從來沒有因為說發生了這件意外而有所降低。刑警分隊嘅總隊長黃志凡，去年每認真氣爆，佢一面受到縫縫種種，也叫韓本崩開落嘢打馬高抗傷。不過啲醫院治療嘅幾陣嘢，也成本條度還係掛掉消防隊嘅權務。滿腦子在想說，哇，這個大家這麼忙，我們要趕快回來哦，去分擔一些工作。在想說啊，我沒上點而已啊，哦，然後我的膠鞋，我一隻消防鞋在現場沒有拿起來，就那個大石塊壓着。啊，我的同事跟我講，啊你不要擔心那個都不重要。去年高雄氣爆，全台灣歸到警消陸續聽數，天時過年呢，沿行喺歸山忙來社救。其實歸到警消人員都講，這群嘅高層難免會錯傷，不過仍愛堅持，唔驚辛苦，盡力完成任務。有講災難堵就堵到位，就講以盡做係生命導航，為創業嘅經驗，有安用嘅知識，真機本年歸國。下個新聞啟動尊陳心怡，高雄報道。